阿燕啊，沙灘嗰頭就係校慶會演嘅場地啦，我哋快啲過去啦！個舞台就喺前面啦，我都好期待啊！唔好等啦。哎呀，唔好理咁多啦，快啲抌咗個水樽佢啦。喂，阿燕，你做咩喺度發夢啊？你話個水樽，你唔想抌落海入邊啊？唉，我知道啦，前面就有個垃圾桶，我帶你去啦。又係嘅，而家嘅海洋污染越嚟越嚴重，大家常接觸嘅塑料核心成分就係合成樹脂，比如話聚乙烯、聚丙烯呢一類嘅合成樹脂。佢哋靠強共價鍵連成高分子鏈，自然界冇對應嘅分解酶，難以降解，從而不斷積累在海洋入邊，導致咗塑料垃圾泛濫成災。而塑膠袋、塑膠樽會塞住海洋生物嘅腸胃，最終碎成嘅微塑料，最後都係會回到我哋嘅餐台入邊，進入翻我哋嘅身體。呢種情況唔單止會威脅自然生態，亦都對人類健康造成嚴重影響。